稀了马虎的，天天滋儿五杨六的，再给我嘚瑟一个，给我跪个20斤，跪个20斤，稀了马虎的，还敢没收我私房钱，我大嘴巴子我呼你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睡起来没完没了了，睡个觉还乐，赶紧给我刷马桶去。好嘞。这待着太没意思了，宝啊！咱俩干了啥？哎，你小时候玩过没？咱俩钻泥炮呗，就小时候玩的糊泥炮呗。对，哭呲一下子，谁钻的炮大，谁给谁补泥。行啊，来吧，玩吧，来。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你看你整完没呀？我等完了，你比你的响，你就等补泥吧。赶紧来，补泥，补啥泥？补泥，你那都没咋响，咋不响？不够补泥？你看我那响不响？哎我操你妈！又咋的了，媳妇儿？出去玩。上哪玩？我出去。别出去了，妈，能行。哎呀，给你，能不出去？大爷，你这竹笋怎么卖的？这个2块一根，这个1块一根。这么短，还要2块啊？还给你啊，我买2根长的。哎，还没给钱的。给钱？给什么钱？我这个是拿这个换的呀。你这个也没给钱啊？这个我还你了，放在这里了呀，我给什么钱？好像哪儿不对头呀。不要慌，你先等一下，老伯伯快过来，过来给我看这个账对不对头啊？我们重新再来一道哈。好吧，开始。大爷，你这竹笋怎么卖的呀？这个2元一根，这个1元一根。哎呦，这么短还要卖2块，我买2根长的，这个给你放这儿了啊。还没给钱呢。给钱？给什么钱？我这个是拿这个换的，给什么钱？你这个也没给钱啊？这个我还你了呀，放在这儿了，我给什么钱？对不对，大娘？对不对啊，老伯伯？对，这个屁对，明明年还的，你明明交回家，你还不2块钱？看到那个那个卖头头钱，我走了。这个哪儿哈是不对头啊？等一下，先把绳子给我放好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好吧，再来一次吧。放好了吗？放好了，准备哦。好，开始。大爷，你这竹笋怎么卖的？小子，你这竹笋怎么卖的？啥子竹笋？卖完了，没得了。干啥呀？干啥呢？塞牙呢？抠我牙干不了。你车呀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塞牙上。滚！不好意思啊。你呀，干啥呀？你车呀？媳妇儿，爸爸，我知道你小子嘛意思，你找你老爸我算找对人了。哎呦啊，客气啊。嘿，找我要，我还不知道找谁要去了，找你媳妇要去。